伫咧彰化线西昨早起8点发生死亡车祸，一名骑奥多摆的民众和轿车伫咧护线路和线东路相撞，这骑奥多摆的送到病院游园救无回来。线西伫8天内就3个骑奥多摆民众过往。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讲，除了这骑车驶车的习惯无改以外，这交通动线也有真大的改善空间。汽机车伫咧路口相撞，骑机车的人摔落去，救护车赶紧赶到现场，加50多岁姓杨骑机车的人送医急救，不过也是救无回来。现场已经呈现欧卡，就没有呼吸、心跳，没有生命征兆了。11早起8点左右，彰化线西乡河线路甲线东路口，当时骑机车人行驶伫河线路由西往东的方向，煞甲长要转弯的汽车相撞。警方是讲，这个路口因为有青红灯，还有飘线，确实造成车祸原因，要搁调查。沿海地区的道路会比较人车比较少会比较宽广，所以行驶道路的时候也是要遵循号志不能横冲直撞的。不过，除了这件死亡车祸，彰化线西最近交通事故真济。9月28日，沿海路甲河洛路嘛发生汽机车交通意外，姓骑机车人送医急救了后，伫10月初4宣告死亡。初5小犬风台来的时阵，2个民众骑一台机车经过沿海路的时阵，弄到去互强风扣来路中央的床珠造成4名骑机车人死亡。短8天就造成3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。到现场去会勘，然后就我们交通工程的部分，标志、标线跟号志这3个部分是为主要。累积经验久了，发生了越来越多次这种停了红灯，但是却一台车都没有的状况。久了之后呢，大家也会对这个红绿灯失去信心。在高速的这个干道上面呢，被这种横向的巷子一直交叉的时候呢，其实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设计状态。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，伫路况车少的庄卡，也是郊区道路，用路人较无注意青红灯，也是飘线，而且大路甲细条路的动线爱搁检讨，才会当避免这么侪意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